大家好，非常收看今日夫妻类嘅节目。今日嘅医疗单元，然后大家咧讨论哇，老什么人非常有关系，唔过老谁来，你未钱有关系。希望家咧说，你什么人哦，强成人过后爱做嘢。对你发言来讲啊，做嘢牵动重劳嘅事情哦，因为佢可能会影响到你3年下来嘅身体嘅控权重控哦，所以今日強讓強到中醫師用中醫師嘅觀點，讓大家來分享一下，到底係講緊嚟做嘢咧。大家咧分享你今日嘅中醫師其實你嘅范強俊安先生分享。羅小姐你好，還有安妮田時間呢，請來向線朋友大家好。分享你嘅范強先生，就個禮拜來到節目地度啦，大家來分享哦。你今日來講嘅係什麼應該做嘢？對你發言來講，尤其對中醫師嘅觀點來講，做嘢當重勞，非常嘅重勞。冇錯，因為安妮講東方人到西方人嘅飲食習慣冇強弱，還先天遺傳體格在強健的程度冇強弱，所以講對生產完以後你而家本身嘅體能體力表現出來是冇強弱，完全冇強弱嗬！你講你反應係講你要好，都能夠做到當完整，要等你做嘢做很好，又好衝又好仔細嗬！因為佢講係對身體康健有動態嘅影響。你講你可能西方人哦，首先你聽你看見人哋烏鴉子行來行去到腦背，你想講哎呀，你烏鴉子唔係可能按成，你冇記下叫佢衝一陣腳，其實都冇錯。行來行去，你適當是聽出適當。仔細嘛，係補嘛，唔係補，佢條可能就係變體力。對，所以是像先生講嘅嘛，因為真的是這個文化不一樣，文化冇同飲食習慣，所以今天我們就用發音來講，從中醫師嘅觀點讓大家來分享。不過一開始先讓大家來講嘅是係為什麼要做嘢呢？因為而家什麼人去強勢人其實對身體嘅變化影響係。動態嘅，就你講佢身體有動到嘅變化，所以就係好好去做嘢。比如講，你哋一開始到大家都分享嘅係母體嘅變化。基本上你人強好強勢好強下出嚟就係先後睇啲13日左右啦，佢都是一定係咪當痛？錯，惡露又話接得地步咧，就話佢兩差不多前30日左右啦，6到5日，佢排出嘅惡露血塊喺你當多。錯，我慢慢到5、6日之後又話8、9日到10日，佢慢慢就漿性，同血漿一樣啊，又話透明的外，該紅血球含量降低嘅該惡露，慢慢過來，慢慢到下每日又話佢是從白色嘅惡露暗一點，好，咁個就等於體質冇強樣哦，佢身體也差嘅關係，佢可能10個月還有。該褐色的血塊啊，還你用的煙火出來，開得好慢，對，身體也差，身體也差嘅。所以先生講嘅係一般來講嘛，你講你想看什麼嘢有安胎嘅變化，佢嗰隻子宮都去強到安胎，從冇嗬，然後最尾佢可能有動到嘅，你講本身大家想到嘅變化，所以你講到了解係講到子宮，其實還有其他，比如講傷口的部分，傷口嘅部分，因為啊會陰部分就話有啲身體強勢有強出來就以為會。醫生會剪，冇錯，會剪會陰嗬。我玩那些叫佢練一下。我大啲嚟講，正常嘅身體復原嚟講嗬，30日4日一般嘅傷口是愈合的啦。哦，嗰啲萎縮是唔會很痛嘅。好，喺嗰咧就上禮拜以後，見來見減。一般嚟講嗬，包括子宮區也好，我會呢，佢跪下隻肚臍啊，隔半日、2個月一天會完全恢復。錯哈，最尾呢到大家都分享嘅時候，譬如講像卵巢，對不對？這邊也是會影響，對不對？乳房、兩片都是產後母體的一個變化。一般其實我們在你改生日你從改生排地圖，身體運動都改朋友都有很多這樣的經驗嘅分享。好，才都是按樣。因為卵巢又話你看唔到啊，咩唔到就嘛，感覺唔出來它的變化。但是唯一它就是你產後月經來，好，它表示它的。卵子的生成的效率，當然你要特別牽扯到這種，你又餵母奶麼？又本小型嚟麼？又太低嗬，又講，因為你按動到就話，有人講上班族，好，什麼時間好餵母奶，好，很快用配方奶來代替。按照建議話，它月經來的時間點一般都會比較早，是，好，即便說你有的公司呢又。應該買補嘅吸乳劑，又好，那我給冷抽出來，然後用病變性本小血。可即便是這樣哦，很奇怪，它
那个母奶的那个消退的速度会比亲喂的来得快很多，所以基本上卵巢部分，所以说基本上月经会来得比较早一点点。好，然后一般来讲啊，你讲又喂母奶喂得很勤的人，3个月。最晚大概可能半年多7个月8个月，一般来讲，第好月经是会来，一般都会，这是常态。某讲讲，因为患者，医生，我怎么到现在3、4个月的月经还没来？这是常态，我要跟所以讲到两片，大家是不是讲，其实你个身体有按大概变化，所以你讲到总是个观点去讲讲，什么你听从会做嘢，当因为讲系讲你本身个体质系讲冇几好，可能因为你好好的做嘢，你的体质会改变，对，会变得很好好。今年好种，你开这个单元哈，然后你大家都亲耳偏就讲好你沟通一下观念之后，有些地方是一个盲点，没才价一生出来就是当爸爸妈妈的，都慢慢的这新手爸爸妈妈在学习过程中所以往往在这个走夜动有点因为产乳热嘛哈，就特别人讲啊。有点拍照，也係講凍熱天像電風扇吹，院內風啦，也係講浪天就哎呀，因為很燥的吃了麻油雞或怎麼樣，熱就哎呀流汗啊，然後哎呀天氣啊，可以讓佢吃得對身體出話動物上邊跳那桶發燒作燒然後類似這種的還有一個就是嬰兒有沒有那個小嬰兒哭鬧，媽媽沒得充分休息，哇！变成產後憂鬱，因為煩躁，那種翻到安規劃火安又很想睡，半夜睡到一半，小腳都需要會餵母奶，摸水，這類似點點滴滴，所以講走年的尿片走，就除了說你自己本身要該注意的這個特點，包括吃的以外，還有休息以外，然後我們做家人的老公部分該怎麼配合，還有做父母親的或岳父母，或者是說本身的父母，就你講家用家個人，睇個按自己爸爸媽媽，尿片都配合佢，讓他得到充分休息，把你講。轉過來先冇轉開先，對，一點就對到佢嘅身體改變呀。其實思想先生講嘅，因為你講青春期發育嘅時節係講轉過冇轉好嘅時，當因為講，哎呀，身體唔好，打冇好，唔講係講什麼已經做得利用強成已經做嘢嘅，氣節係講你攞做嘢好好嚟做，其實做得電到調整呢個身體。思想先生講係講你係個什麼，你特別手腳。凍冰、凍冷嘅什麼嘢，就是冰冷嘛，大張嘢。尤其係有冷天嘅時節，不過係講你做嘢做好，有可能會調整你嘅體質變得很好。呢一是做嘢嘅好處，對不對？你喺過程啊，是確定的哈，所以改變體質，你凍安嘅分家又透過冷天時又手腳變冷到充滿用。老公啊，你什麼半夜，睡着入睡了，睡着了以後2點鐘3點鐘，變到根本要叫我讓我嚇醒，對不對？然後我怎麼那麼冰，碰到冰塊一樣哈？你凍到按什麼音又按了輕音，所以按你透過按你走年路那些就剛好一個機會，不管是藥補、食補也好，透過薑啊、麻油之類的，還講用苦茶油、料油改變一下平常時冇按的飲食習慣做轉變，當然是多變比較好啦。用單一的從按你阿爸阿妹改背、改煙台煙油總言都是淡紅。是麻油蓋子，那個這樣真的上串洗串中不真的吃到抓狂。是，等下線上講嘅哦。所以其實真是講因為把人做嘢時挑白個洗腿，思想線上講，該兩性不吃牛嘛，對，冇食牛肉，冇食肉肉嘛。你台底是講做嘢時聽從是麻油雞，你還會講蓋酒嘛，什麼蓋酒，而且又係全酒，做唔得加水，有講因為蓋酒做唔得加瓤。所以你想看啊，你是1寸的世界哇，凍好是2寸的世界凍好是到第3寸的世界是不是到凍上來跳是其他嘅東西。你看經驗到凍充點哈，你所有這個怎麼樣，當過老公的都有體會到，老婆都會抗議和反應，對吧？所以講哇，我冇想說的，不過你剛才有講嘛，什麼你要試着慢慢進步你到醫生多溝通一下，了解他的體質你準備他餐食的部分也不要說純西洋化，因為你畢竟你體質美容營養他從小就吃牛肉喝牛奶，這樣長大他體質很強健很強壯。所以對先生來講，做嘢嘅食嘅東西，其實最重要嘅麻油雞做得食，不過其實
还是要注重均衡饮食，然后饮用什么？好，因为记得讲，因呛水都用麻油炒。有的人会安尼做몸炒，몸炒从咯哈。因为一般来讲，我希望这种两块些，然后小润它，好，按种加我们那就做，我还有做年啦，也有啊。啊，你准备的餐食来讲的话，是下豆扁的哦。透过饮食讲，按透过他讲来买肉啊，买都是唔得，我上不对，它也是很不错的异类蛋白有哈。你讲虾公，按个螃蟹讲的话是虾浪，只是虾浪。你讲没有？因为讲你用麻不用下豆豆，因为讲只是用麻油炒，也是一个不错一个对口感上或者是味道上来讲，在味蕾的接触上来讲，它是多变的。因为讲蛋一红，上串那些盖酒啊。铁无聊的哈，所以其实烹饪的方法没动重要。了动重，然后你等下，所以到底用因来补，用因来是好像做啲最好哈。你聊下，等下就怎嚟講。今日绕墙都系反共先生来到大家来讲什么因做年吼，感觉吼上次谈的去到反共先生也是很体贴的一只谁来因吼，动体贴吼，除了读中医嘅观点来讲，其实你大家来讲挑白做嘢，其实。思想先生讲，你讲起来动都好讲啦，因为有背景冇强弱嘛，文化冇强弱。你讲改良时间因，你讲务农，我们不吃牛嘛，对不对？哈，所以大家可能会是钙牛。讲到煮钙牛就讲听出来煮钙酒，有种的全酒，有种的不用水，有种的不用让。其实根本你到底下老大家来分享一些，不听出来不，其实。均分改营养，我们还是强调的，所以每种的是都挺无聊。我想一声讲一下哦，像你阿东东因总也不去坐月子中心，先生恭喜财位哦，可以改变了3餐哦，每餐都吃不一样哦，对不对？而且很均衡，而且人家还有鲈鱼汤哦。你那东西来讲哈，你朋友地位哈，在晚辈里面哈，讲起在最终做来。还没有读够，虽然说什么饮食吃到后面都会腻啦，好，平常讲都是这样。但我很建议去坐月中心做的原因是说，充分的休息。对，你要点比马改都哈重要，真的，他那个充分的休息的话，很宁，它里面会塑造着很安静、很宁静，没有人打扰这样子，好，母体按超翻给啊，让母体在很疲惫的这个身体，因为生完产从动甜嘛，该。你报告就话，上礼拜好2.3日台底嘛，3日啦，哦，啊结束了都大动嘅，还其实3日是出现的，好，出现就全部卡也月子中心，啊你最少就话就1礼拜内，还2礼拜就话，去充分来休息啊，些就话，他对他的体能体力恢复、情绪的调整，还有慢慢的接受适应就话新生儿，因为上棍板牙好喂母奶。啊，所以都会板动甜，会所以些有啊，嗡啊叫，而且2个小时操一下，2个小时操一下，根本怎么办法完全的深度睡眠，真的会很抓狂。我们都自己本来就这样，因为是2点钟不因很红了，是情绪都不太好，第2天好，在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你手机。生完产有啊，大失血、气血大不足，而且有啊，因此动气动调一些，贵还没法都充分去，所以他一定会。所以问题动问题是不累嘛？提起你可能身体没有办法好好恢复，你性情又会不好，清洗又会受到影响，而且很好，从头係講冇好好的血群要等一次是解酒甜甜，冇很好，會很好無聊。其實所以講起來，你講還是可以好好的吃，可是到底嘅原因是我們這邊老大家來分享啦，有啲東西真係要注意啦。譬如線上兩片老大家來講，長壽做唔得嘛。我講好，我係先講一下，當然是麻油雞嘅當頭嘅油安噴，你那樣子就吃那個反而變胖的扁胚什麼哦？第一道、第二道，还写到成功的动物性，10个是觉得很恶心的。一个技巧，吸管。该痛有啊，因为生完产供谁哦有啊，那个讲挑奶那些有啊哈，初乳对小孩子来讲是增加免疫力的啊，增加他这个身体，改变他体质，增强他体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段。对，可是要汤水水，你养过用奶水呀，好多通水，按你容易呢，因为该打尾灸，按你戳的，痛麻烦，好，
安懂哎做家用哎，妈妈说那后上没安心呀，那后上容易没安全，那没办法，那我们怎么办？用个吸管插下去，你吸那个糖粉该悠啊，都不要吃到，都不会吃到，没关系。好啊，就是这个第一个方法啊，你就不会过度油腻啊，里面汤水的精华。好，我们都可以吃进来。好，那当然大家就观念讲啊，摸表家，但是实际上摸家摸瘦哈，其实真的吃都被熬哦。所以说基本上淡少量的盐，香，淡的嘿，那一听哦呀，好，看点，你说透过洗头可能因为食物的摄取可能有点比较困难，又或许是前头小嘞，好。所以讲不洁的食物来讲，你还烟台下唔会咧。不过原则上来讲，哈，你起下气啊，些除非真的很糟糕了哈，很糟糕以外，就实地的来教啊，然后增加味蕾。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我还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吃辣。好，尽量过度刺激哎，又啊食物又啊，还辣性来啦，都要尽量唔食。还有种青菜食得冇食得，同冷带的菜又啊，尽量像白菜啦、高丽菜啊，同冷带是尽量唔食。但是摸菜用干是怎么办呢？哈，一个炒麻油为姜麻豆饼的哦。但是如果说它的寒性，对，还有点说，你怎么测定？就是说，你啊东西是了从熟嘞，从黏，还有点这种，你会感觉一包个摸蛇头哪些就啊，因为安阳开始点摸蛇嘛，还有讲头皮长的速度太快太多了，头皮屑啊太多，或者很少火辣，喉咙都很干，半夜都口干舌燥，就太燥热，那个太燥热，那个时候的话就是那祖传已经讲呀，好，佢马上煮也係月子婆又啊，慢慢會陷落嚟，該種係該是來講嚟。你肉，你係食菜要話對我嚟講太燥熱一點，好點。我剛剛講寒性的是不是像剛才講嘛，盡量避免，不是完全不行啦，因為這種東西你食麻油、料豆油啊，是它本身燥熱嘛，你吃涼性的食物少量，也還可以中和，還可以嗆出一啲熱，好，你攞一杯啊，我第攞一杯油豆都對，它是限定青菜一口都不准吃的。好，嗆出以後我們不允許來，慢慢的，那洗頭一變吼，後生人坦白講啦吼，你也慢慢從你主持人那來看哦，慢慢都屬於公字輩、婆字輩的了哈，已經變要公公婆婆的，要慢慢的往那邊走，不是20歲那種屬於生的。那後生人你還冇本意講咧，你講冇些。基本上偷笑咯，hem家老公而賣都不意思咯。冇唔錯，所以你係讓大家都整理一下，其實還有當多做啲分享哈，其實鄉親朋友有可能都清楚，當然咖啡啦、茶啦，太酸澀的食物我們恐怕也是冇事。不過唔帶起嚟安樣樣吼，你一邊先生喊老大家都整理一下。譬如講，你係講乜嘅係做唔得食嘅東西，咁乜嘅東西你做啲盡量去補充咧。不過你一點哦，安尼看頭當背一寫嘅話，從補氣補血。頭先有講過嘛，哈，一般還會建議房家去強制前就話哈，來門診看一下你的體質，氣比較虛，你氣比較虛，你把起賣你的血量就總量就比較偏不夠，脈動油又啊，哈，血量下冇足，全部手都是好解去，你可能強調一些又要大失血、大氣血大流失，你恢復的體能體力可能會比較差哦，所以我們會建議他，就說你。好，總也因為拿掉該中藥的那個哈，回去自己燉煮也好，或者說我們把它煮好以後，他回去一天分包吃。所以其實是從先生講的啦，你用補性體哦，用麻油你講鈣酒去補，然後嘛個五湯去補，最重要還係看你的體質啦。所以像先生講的，強冷的東西做唔得是，強熱的東西又做唔得是，該到底係冷啊熱，其實係看你的體質，你等於體質。天生的體質同浪帶咧，咁所以補一下吼。從這是一個觀念。不過講到兩片加油，講到生化湯，先生其實這個很重要，因為你講自然產、剖腹產，喝生化湯時間也不一樣，時間沒冇可能沒有注意哦。好，你小孩令是令呢？哦，一般嚟講嚟吧，因為就算說自然產，是有表給子宮收縮劑，它能排惡露的效果，然後生化湯強藥，所以原則上來講哈，我大部分按中醫唔會講強下開藥個按重疊的吃，哇，那變成說血會收不止，好，惡露排完了以後變成乾淨的血一直出來了，好，原則上來講，那會這好一般來講可體質以外，但是1個禮拜到10天左右。那如果說身體很好的人，那5天左右。因為講自然產的話，就生化湯就不用吃那麼多。就剖腹產的人的話，可能因為
医生看他会不会怎么处理。所以这个天数有没有就拿捏要讨论，个人体质不一样。生化汤的部分，一般来讲，我也走法是讲，给患者建议说，不管你自然产生剖腹产，除了这个生化汤以外，完了以后补气补血，补腰骨的药，药材标配，因为你动前时说，你拱牙腿，每天嘿最后一胎，搞不好你可能还会生第二胎啊，你或许还想生。对，想多产家庭，生个3个啊，对不对？那你要把自己的本体有没有打呆，为了迎接下一次的怀孕有没有？趁这个机会把底子做好，把身体扭转过来。是，好。所以师兄先生讲的嘛，师兄先生讲，你身体的体质可以改变。你讲，你一开始讲嘛，个东西尽量莫去吃。你有先强调均衡饮食、营养很重要的前提之下，买个东西尽量莫是买个东西做得是。第二篇还有大家的分享的是讲，譬如讲提你在礼拜过后先讲，第二篇是讲到线上讲的，你要看你个人体质来补气养血，对不对？你讲第二个莫是好油个当然，你其实大家都对嘛，你绝对总得是调油哈。还有第二篇，还有那线上讲的，哇。像这强化五脏六腑来讲是用打包剂以后有啊，有人呢性虫下差，有人也肠胃系统比较差，有些有啊女生有没有？她本来他们婚姻那些有啊是常常是便秘，你也知道女生都会这样，对，但是可以透过这个阶段，或者说还有上些有啊，她还没婚姻那些常常月经来痛经的现象，动阳穷，都可以在这个时间点的时候。透过暖子宫的方式，改变它的这个子宫剥落的效率，等到春夜了，还叫改月经那些，它痛经的现象可能甚至都完全消失掉。是，超。所以是种线上样讲大家会发现，线上讲到暗道，到底用因是最重要嘅事情是，你嘅体质很动重要，先看你嘅体质。希望讲伊改有做嘅过程，调整嘅体质变得很好。还有乜嘅注意咧？聊下，等下就再讲。今日大家都分享，其实重要的时间唔係是做的是一种东西，是看你嘅體質係用因，係讓大家好，係講統一嘅體質，看你是嘛？嘅師兄先生講嘅，還做的是冇害哦，唔講看你嘅體質咯，冇錯。而且先生還有講到，看你用因煮啊，技術都唔重要，會煮嘅人食起來咪覺得哇好棒哦，唔會煮嘅人你講不給是動多種，還是會覺得無聊。對。可是我起頭還有給你的好嘅觀念，是師兄先生講嘅，要多多休息啦。對。我覺得一定要多多休息。不過講到呢一邊，要特別再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係講你本身係有上因好特殊嘅問題，比如講有高血壓嘅問題啊、糖尿病嘅問題，所以在飲食上面也是要注意。一般來講你婚姻那些有啊，醫院會檢查出來你有妊娠高血壓、妊娠糖尿病啊，那啲，其實各位一般會你出現些各位給個單子，在飲食上會有個指導，一定會教導你哪些該避，哪些該怎麼樣的哈。一般來講基有，那大方向、大原則還是要遵循他們的指導原則在飲食調適上。那一般來講講誰有講黑的血有，你看心糖有啊，血壓慢慢應該他們都會回正，然後血糖也會回到那個標準值以下。所以不是這樣，那些東西是講自己要一個心理建設，那是一時性而已。最主要是講，即便是這樣子的，你說就逃避掉說這個不吃那個不吃或者樣，還是不行。你是量小有啊，營養圖一定要維持住。對，一定要維持住營養度，但是過於不及稱唔巧。因為人就話為了快速恢復身材，那可能在營養攝取上這有很大的脫序。這又是一個另外一件動重要嘅事情咧，因為等下做你來講下呢一件事情，不過講到呢一片都有意思誒。線上其實基本打破很多的迷思，係容易講，因為台北講。是做的是蓋酒，線上講，其實嘛該都做得行哈，韓講，做的是一些辣椒，一點點刺激一下，對不對？少量沒有關係。還有白種嘅啦，因為講做的是辣椒呢件事情，不過講到呢一邊還有嘛該咧，你講做唔得蛇條那麼？我們講哈，我們可以講說，那原則上來講，就說
尽量在10几天后再洗，因为让你的正气有啊等于说在毛细孔的开合闭锁的这个效率让提很高。透过微反7天呢，你想看尤其浪天来讲你跳到淋洗白鞋就啊，即便是热的水淋下去，你只要停个1分钟，你是感觉过下跳到浪变的感觉，对不对？对。好，我们现在讲好了，即便你现在的密闭的空间，好，按你讲你下浴室成设备洞好，谁好听到2-3下是浪嘞？但是我们现在是科学在进步有吹风机，透过猫，因为吹风机小的风吹了以后它快速的能够避免跳风筒。唔係叫我死咗出嘢之後，隔到3-5年嘢，慢到3-5年之後，衝跳那痛，它是可以避免这种现象。但是就是说，莫讲还睇你3-5年内前10块60，原则上是不要，因为你的身体正气还没恢复。所以读你重新来讲，梁师兄先生讲的正气还没恢复，其实不是总得谁啦，样系跳摆嘅环境冇叫咯。对，你系讲有寒流咯，有浪天咯，谁跳那么一下子跳风筒。你冇讲重嘅，你掠下概念掠下系讲你读感冒讲妈妈啊跳哪头妈讲同啊，所跳哪么啊，你啊跳哪头，其实是一样的概念，系强龙嘅头力。所以掠下你讲口技法台，你讲师兄先生讲嘅密闭。对不对？然后我的密闭是说不会在外面吹到风啦，而马上把头发吹干。对。但是所以说在后期，总一个好后期是可以洗的。对。对，头发你看个总得谁信哦，恐龙嘛。不过，我记得我妈妈有啊，佢從你都深秋有啊，做嘢都係洗先嚟吧有啊，其實用太皇媽亂水，不過佢那水沒按淡春嚟計是。开水的咯，佢還有表嘛嘅台風草啦，也個農業業啦，佢幾百병於滿咗啊，背你都做嘢啲嘢食，你客家人是冇強咯，你一點就沒講完全是唔得，就是說因為以前的衛生環境不一樣，你水質就好把水啊江水，用於品質好快地。所以講你要提點就講，透過因嚟嘅，因為環境關係，可能就說。習慣有啊，嘅水岸有啊，水缸嘅上馬舀也是啉，都當水，莫講人會煮一煲水嚟，煮個開水來喝。那現在不一樣啊，現在你有飲水機啊，所以什麼不能喝水的未必的。所以係挑白嘅衛生條件，然後生活環境嘅條件，然後夯到兩片大家是咪找挑白嘅方式來走，其實這中間是可以做調整的，因為大家根本沒有搞清楚為什麼不可以。對，比如你講我媽繞一路是因為就不衛生嘛。對，不過講到很有趣哦，朋友總得來看。你可以講啊，剛才講嘅嘛因為疲累感。你強好時候又去迄台氣血大流失以後又你體能體力動帶咧，因動甜是動為水，一下馬殺咧，一下又馬殺咧，我看就講你好然後耍大牌一樣，你這邊怎麼樣？彼此講清涼，你是講馬殺強咧又莫哇興沖沖時期，佢我看你時候我們南州不看有。不方便，對不對？也不好意思，所以按原則上講，盡量嘅乾脆就乾脆是啊。佢一般人家是會講熱得走太油啊，強硬他那些看，冇強美冇要緊啦，咪講你啊講一點他們該就來選嘛說盡量能夠我甚至覺得20幾天甚至1個月以後再去看它沒有關係，讓產婦有充足的睡眠，充足的恢復體能體力，因為可以動氣啊，些就哇你有感冒啦，或者你要感染到感冒，你自己症狀沒出來，可是你裡面的飛沫裡面可能在講話的時候就出來，對胎兒也好做，對不對？對嬰兒小嬰兒也好，做媽媽也好，對不對？產婦也好，你可能就傳染過去，真的對他沒有幫助。我講到兩篇講，總得坐牙齒，你係愛提100趟到。還像氣血有沒有大事件？而且你按你現在已經用有比跳過下好，跳過你講做嘢啦，研究你講一天穿有介紹好學，然後我是糖果有都做嘢有煮啊介紹，沒什麼肉給你吃，是翅膀、雞腳，還有脖子給你吃，那身體呢都是公公婆婆在吃。你也不能講實體啦，以前年代人是有些地方是這樣的，有的會愛奶親音你愛飲什麼美，你係是講
经用狗型嘞，啊，那有卫生观念，好，那我觉得刷牙可以，但是我希望用到温热的开水有啊，笑水好，润笑笑水来好来洗，因为你要灌盐吼，唔係講愛停哦，因為安尼老外該透過該醫生有啊，李東元醫生該透過醫生是有教因，洗牙齒用笑水洗有啊，對牙齒是正面的保養，不是產婦而已，是一般人都是這樣做，所以個第一點有話講，洗牙齒愛冇愛，免得你年老的時候牙周病啦，牙齒早點掉啦，這樣子。所以其實大家就咧看到邊的迷思吼，你沒有雖然冇講每一點都提出來討論，可是其實講起來大家講包得密不透風啦，做唔得看3C這個產品啦，看書，其實簡單講起來，為什麼說是迷思？其實是希望講頭擺改寬體，然後兩下寬體冇強容，挑起冇強容。至於從了解世界，我們今天從頭到尾講嚟講去，大家有發現冇？就是你日本做嘢嘅人，嘅父母家好好嘅歇困，你講你僅看天咯，有冇你倒在那邊一直滑手機？這就是沒有好好的歇困，然後休息嘛，等下是問題。還有先生講嘅，你要好好的睡覺嘛，係冇你有，而且有時候你還會親餵母乳。唔過講到兩邊節目都最美，以前事情當場該是減肥，當因為講哇，我變肥了，所以我係減肥，所以這個也怎麼辦？減肥，產後減肥，先生，按你講一下哈，第一點是講哈，排惡露的動作哈。你如果做得快一點的話，肚子瘦的會比較快，子宮縮回去的速率快。哦，還有一點是講，很偷肚臍。哦，好，那骨膠過之外有啊，你肚臍偷很容易啊，你肚臍消下嘅速度下減。係，係，還有一點是講哈，你下後面有啊，好，又因為偷食零食，好，什麼零食冒險，因為買又到因為有時候。可能啦哈，有的人可能公公婆婆不在旁邊，爸爸媽媽不在旁邊，自己在坐月子，除了公蓋有啊，因為全部喊這樣，偷塞奶呀，老公說你去買什麼東西鹹的給我吃，而且還有啊，額外的這個熱能進來，你要減肥就很難。所以其實早先生講，我改想法怎樣？其實我是覺得緊鬆啦，就是你一定不要太刻意，然後反而營養冇顧到。你係先生講嘅，你講是該戒就該是該有糖分，該有當然是冇事嘛，食到咪變肥嘛，對身體面咪聽說有好處。所以講嚟講去係講你強食因做嘢嘅時間咪吃到糖分，是像先生講嘅，營養要注重。對，但是你啊做唔得，因為做嘢清晰，保密。很好配，冇講你做嘢過後冇減肥又很好配，唔過咪做唔得講味道減肥，兩冇事哦，兩運到最尾，結果你講補身體又冇補到。因為你講哈，有的人哈在懷孕的時候有沒有哈增胖的速率太高？對，一般來講哈10到15公斤是常態，因為強食或者又啊一下子瘦得10公斤，啊10個咧又啊慢慢又惡露慢慢代謝，又再瘦個4公斤。好好咧保養體重，營養體重，所以談到先生講難度吼，希望講基本嘅鄉親妹妹知道咧，貴時下來去得到嘅知識啦，個人又都改變啦，好，到底係非常感謝先生，好。有機會直接來分享很好多嘅知識，冇問題。好，感謝先生。哇，鄉親朋友聽你下來，你都做認同了。